每一日，我哋都喺呢一座城市入邊寫低自己嘅故事。你對澳門嘅明天有啲咩嘅期盼呢？特區政府正編製2027年施政報告，要勾勒出完善嘅施政藍圖，需要每一個你嘅參與。不論係透過一戶通、網上專頁、傳統信件郵遞、電話語音定係電郵，你嘅每一個想法都係推動澳門向前嘅動力。2027年施政報告意見收集，由8月24日至9月23日，匯集民智民意，攜手共創未來。Reunir as opiniões da população para construir o futuro de mais datas.